7月2日大罢免失败，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今表示，民进党未提责任由伊来承担，已经向这党主席赖清德请示了。其压台含西南风造成南部淹水的灾情，气象署也提醒分家人要爱注意大水雨。暗时开始西南风会搁较强，雨也变较大。美国和欧盟支持宣布达成协议，这欧盟的商品去到美国的关税降低到15%，不过更替阿鲁米的关税有关是50%。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7月2日大罢免失败，这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今仔日伫面册表示，民进党未提责任由伊来承担，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来请示了。也讲到这届罢免案的失败，破发现金的议题，方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个月30日呢，这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让拿赢立委拢表示，若准这行政院要复议，一定会好决。7日了罢免落幕，以大失败收场。外界对民进党有一寡批评。党秘书长林佑昌2日透过面册表示，民进党有这个责任，并由伊来承担，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请示。在野党嘛向准行政院长窦英台的指责。这是民进党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严重撕裂台湾社会，使整个台湾付出了难以计算的巨大成本，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不过，民众党团阁声明，任何法国里面的法案也是乐意条约合作。立委陈昭主是开出3大条件，包括随释放郭文铁、接受国会改革法案已经通过，也加加速通过大英法，讲只要立赢写出善意，立法就当重建关系。我还没有跟党内沟通，所以我在我的文章上，请大家要看清楚，写得很清楚。如果我可以决定，这表示是个我个人的心愿。我想合作不是用条件来谈的，更不是用政治利益来交换的。如果要合作的前提是要去破坏司法独立，在侦办中的个案就将任何的嫌疑人直接可以放出来。我想台湾社会很难接受吧。罢免案失利破坏现金议题，互人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30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对这代志，国民党立委拢表示，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一定会好决。我认为是在政策上面立刻做出让步，让朝野的对立氛围缓和下来，也不失为一种方式。那我们就看看执政当局要怎么来回应吧。那为呼吁执政团队爱听民意，民进党团指出，宪法原则袂因为罢免案结果煞拍折，尊重甲支持行政院的最后决定。记者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合唱团去到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中国是抗议，讲袂当摕出着这台湾的国旗，也袂当用台湾的名字报名，爱用中华台北。不过高雄的尼泊恩合唱团落尾是摕到金牌，这个囡仔呢伫咧台顶大声喊台湾 No.1，领奖的时阵呢，大家也伫咧台顶唱台湾上用。日本 chorus。第1位は日本合唱団。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来自高雄的尼泊恩合唱团，日前伫咧民谣组以95.9的冠分摕到金牌，台湾人大声欢呼。不过其实是前一天，主办单位有甲咱通知讲，因有接到抗议，咱伫会场内国旗就要摕来，名也要自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练唱的时候，包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爆发力，或是那个被打压的那种感觉吧。把它唱出来，然后在台上用最完整、最漂亮的表演让大家知道。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昨天穿的衣服是这一次 Net 捐给我们，上面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字样的 T 恤，所以他们就在现场尖叫啊，又唱又跳，然后比台湾的方式。包括尼泊恩合唱团在内，台湾总共有6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比赛。主办人宋夏光日时伫咧比赛前，也搁伫 FB 放大会内面的相片，会人看到咱国的国旗加中国的5星旗拢有。代志发生了，经过驻日本代表处，也搁随行的立委去交涉。主办单位也是把咱的名改做中华台北，所有国家拢卖挂国旗。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作为台湾的选手，那我们也要这个跟这个中共这边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其实在政治国际赛事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政治的打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站出来说，他们不承认中国解释的2758号决议。
而且都是国会。为什么？因为国会有民意基础，国会也没有外交的包袱。我们其实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其他国家支持我们才有意义嘛。条约议会拢谴责中共矮化咱国的行为。虽然主办单位也是制作有台湾标识的奖牌，咱国驻日本代表处议员讲，伫过去6年，咱国参加比赛团体拢是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这个今年因为中国的政治干预污染音乐。强调世界上上了解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家的，就是日本。中国的做法会让看做因家己无自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汉光演习10天9暝是有史以来上界长的演习，动员22000名的后备军人，也是有史以来上界多。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仔起针对着这汉光演习去到立法院报告，也指出讲，这动员后备军人若派去本地驻兵的单位，训练的效率会更较好，所以未来按算就要来安尼规划。也在今年汉光演习展现效能的 M1A2T 战车，是甲美国买的第2批42台，昨也送到台湾咯。用乌色防水布包起来，台湾向美国买的第2批42台 M1A2T 战车，伫2月透早运出台北港。也若头1批接装的 M1A2T， 嘛伫今年汉光41号演习公开实弹射击，展现厉害火力。这届汉光创下历史上上长的纪录，也动员6年来上侪22000的后备军人。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出，这是为着验证后备的恢复战力所需要的时间，也发现以原兵原单位方式较有效率，未来嘛安尼规划进行。我们让他回到原来服役单位，他临战训练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他马上就可以适应了。如果你一律都按户籍地，我觉得这个会不符合我们临战训练要快速。不过，伫汉光期间发生几件行车的事故，引起讨论。郭立雄表示，未来会予官兵做好安全驾驶的训练。不过嘛，强调任何意外拢是实战化建设的一部分。嘛有立委建议国防部应该考虑伫战车顶悬加装行车记录器。我们不打算以后在战车也来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嘛？如果说是为了多一层保障，这是一个研议的方向。但是就在战车它成员上面所需要观测敌情跟操作的界面，包含到射控。恐怕这些东西是另外一个面向。最近，英国航母为历史青光号停伫澳洲，甲美国等等的盟邦共同军演。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若台湾发生战争，英国已经做好伫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方认为是英国对这个议题上强的讲法。全世界对于整个区域和平、安全、稳定的关切以及重视。那也同时对于这一个中国的这种威权主义的扩张感到忧心了。我想这也足以显示，我们应该要努力加强的，就是提升我们的战备准备。郭立雄搁再强调，台湾爱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理念相悖的国家共同合作，形成吓惊主动的力量，避免中国有任何要来侵略的行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受到低压带含西南风的影响，嘉义县市雨水量是真惊人。这嘉义的太保、六卡埔、驻新港等所在拢伫咧淹水，特别是太保呢，这雨水量是真高。早起嘉义县就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顶回风台来真侪住户因为厝尾顶着还未修理好势，今又搁再落大雨，有影是真无奈。迄边的工程车已经看袂到伫哪，四周围拢是水，5个人吊伫车内。这架台电工程车伫下晡大约1点半，经过破竹台82线道北面道路时，因为积水受困，四边后3架车计共5位民众，袂顶袂当，加载拢救出来。你要入去啊？伊也甲扫帚铺伫水面，破竹即间徛起，因为严重的大水雨，积水是到成年人的大腿，连面床拢浸到凹去。冰箱嘛淹足悬啊！哦，因暗咧烦恼无地困。排袂出去啊！伊迄条大排水沟，即马讲要满出来啊！哦，系啊！啊你即马搁拄着8楼。个人看到家己买的新车浸伫水内，说因为四界拢咧淹水，无法度刷车。太保市加64线高铁大道往新北方向，也因为大水，甲车路淹去，50岁男性受困，坐救生船才离开现场。台湾大道也一时积水超过成年人的脚肚，比满脚大排，是满水搁倒脚，雨落甲真凶搁真紧。2月透早到下晡4点钟前，台北市累计雨量是到440毫米，是全台湾上济。也互当地真侪所在积水淹水。整个排水路都，等于是它下的降雨量都超过相关的保护标准。那后续就要带这些雨势稍缓，然后让这些去排水流入外海之后，慢慢烧退。别个区域也真严重，六卡乡搁一时水淹到成年人的脚头区，透早民众拄着县长勘灾，就一直咧逃。大家30秒。
真的雨真的下超大，马上就淹过来了。较早拢伫阮头前遐尔吼，哦，即摆安尼更加大呢。哎，早早落几点钟的吼？半暝开始就。民众讲，即届落雨对27半暝开始，大家乡进前因为丹那西风台酸断真严重，即届嘛是伫大雨重点区，乡内真侪条车路变做水路，高速上宣布乡内停班停课，无偌久县府也宣布全县停班停课。快要到公司了，然后才说宣布那个停班停课啊。对，但是就说还是先进来看一下，然后再离开的。居民无奈停班停课宣布伤患，姚丹那市受灾户厝顶也未看幕好，又搁南雨，一波地在上的落雨，下搁再霜冻家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埔子有一大市场，就是伫咧大排边啊，说因为这爆花蚌起贵的淹水，内面3500只猪走甲剩无100只。另外新港呢，也有几100只猪浸伫咧水里，连台积电家己厂区外口的车路也拢淹水。不过台积电强调，这厂房的基地设计有较悬，目前是无问题。大排帮报，连猪仔也咧倒烂。规定的猪仔是行伫淹水的产业道路顶面，这是业者伫嘉义县朴子市的猪条，内底3500只的猪，走甲剩无100只，因为帮报了后，积水上深是到2公尺悬。抽水机运作，水也是无退，业者惊猪仔后白走，佮找怪手用沙包封路来阻挡，也派人伫现场看过。不过旧年才拄帮报，今年又搁发生。这条大牌嘛，就头前有溃堤啊。哦，水拢拼入来就对啦。拼入来路去啊，阮的猪条比路面较低啦。哦，水几方淹去？哦，猪起码才2米啊。业者按算这个损失比旧年严重，新港乡这大猪条也是受灾户，猪仔全部浸伫水内，一直咧抬头惊予水淹死，各省数百只的猪受困。水沟啊，那个水沟倒灌哦。加大甲西南风影响，新港乡有几个钟头，水是淹到少年人的脚头虎甲大腿，佮拄着电流，互落骹大排，水激出来，也互真侪猪条积水淹水。道路袂通，一寡养猪户的猪只嘛，伫浸水中，实在是真可怜。猪业者及养禽业者，畜牧场内有发生淹水的情况，畜牧业者指出，淹水的高度已经到达膝盖。即届家己台积电也是受灾户，厂区积水上深是淹到成年人的骹肚。台积电回应现场按照县府公告停工，由防灾相关作业的组员来提名。受到一时落大雨影响，部分工区外部公共道路一时积水，厂房的基地设计是比路面较悬，工区一切是无啥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西南气流灌入来，台南后壁对昨暗就开始落大雨，到今下晡2点外，这雨水量已经超过400毫米，真侪车路拢淹水，交通断暂。公所也请求国军来斗送便当替民众，有所在已经淹到70公分悬，民众是赶紧把这个集水泵抽水机摕出来用，有关是赶袂赴落雨的速度。串流的水流过台南后壁风景米甲头前的这条路，几条车路已经成做水路，米甲是集水泵抽水机全出动，水泵将水挡伫咧外口，不过大雨落袂停，水就透袂离。看到外面已经淹到780公分悬，居民讲这摆的雨比进前的莫拉克更较惊人。阮进前内底无热，我今仔暗规个内面全部房间内底全部嘛拢浸。啊，这上严重的一届就对啦。对。啊，大概淹上悬，悬到倒位，也是几公分？我门口到这差不多780公分。因为雨真正是规通倒，包括后壁白河咸水拢传出淹水灾情，正这民众的厝拢像安尼，水已经淹到脚头虎悬，家具拢浸伫咧水底。民众讲顶回风台才拄宽甲差不多，这阵搁落这大水雨，因真正无奈。稍微觉得熬过上一个台风的残骸而已，有一点正常而已，结果今天又淹水了。对啊。真的是会觉得这日子怎么过？因为四界车路拢淹水，车辆无法度出入。针对后壁白河咸水一寡地势较低所在，已经先做预防性撤离。目前3区8里拢总撤离82个人。另外后壁地区淹水的所在多，不少居民受困，无材料出门。公所也紧急请军方支援，开大卡车去送便当，同时做预防撤离。目前撤离的话是撤离在活泼活动中心，总共有8个人。那经由那个消防队就把他救出来。他目前是直接收容。他们有5个男生跟3个女生。虽讲下晡台南地区的雨有较细，不过气象署表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到拜3进前的天气拢无稳定，随时会上大雨，民众也是要提高警觉，注意防灾。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昭阳，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这康桥中学的校车，去年3月呢，伫咧文山磅空并车造成24个人轻重伤。运动会伫今公布这调查报告，根据资料显示，除了驾驶经过磅空有超速，害车袂稳，才去弄到磅空并车。另外也发现讲，这磅空北向中线车道的路边呢，这点啊架拢已经磨甲平去啊，是会害车出去。校车并伫磅空内致死2个人重伤，22人轻伤的事故，这件伫去年3月发生的空桥校车意外，经过运安会调查发现，承包的龙内高龙公司游览车驾驶员伫进入磅空了后，有持续加速超过速限的状况。驾驶员感受到车尾有限了后，使用主动加排气动力减速，6秒来进行世界转向操作，致使车身无在弄到磅空边，唔知并车。运安会阁指出，事故驾驶员发生意外，阁无确认学生囡仔人数加引导器安全的所在。超速的话，其实有道路安全、交通安全那个罚则可以罚，负责人还有所有驾驶，在去年的113年6月份，我们实施3次的教育训练，那针对安全训练及紧急逃生方面特别加强。另外，运安会嘛认为，文山磅空北向中线车道的铺面长期磨损，路真歹。为民国94年通车以来，毋捌铺面养护，增加车骨气失控的风险。到事故现场去看，台北市新工处伫去年6月底，甲铺面换新做点啊加路面。不过新工处讲，更新作业伫车祸进前就开始规划，主要是有接到民众的တင်情，顶的路面行车较无舒适。钢筋铺面有那个行车舒适性的问题，针对柔性铺面、AC 铺面本身的抗滑，目前中央并没有规范。台北市政府是讲，目前国内针对市区的道路铺面无防骨检测规范加检测的方式。运安会嘛呼吁国土署加交通部，会当针对研究制定市区的道路国道加省道的定路面有控骨设计加应护机制，让应护机关有一个依据提升安全。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塘市塘区东安街有新做一个检速平台，不过一礼拜已经几落骑奥多拜经过人跋跋倒。目前交通局有请厂商来现场检测，这风骨的指数敢达到标准，一那路段的飘线要小可做调整，也用电火来照光提醒民众。监视器画面有迄条骑机车的人经过检速平台向厝倒去。塘区东安街新设检速平台，较无一礼拜，已经发生几落件骑机车厝倒的事件，有民众批评那亲像大路障。就我知道，大概就有3、4起左右，有知道是没有减速啦，就是他就是直接就这样骑过去的时候就飞出去这样子。也有听说是下雨天打滑，透过这种减速式的平台，让驾驶人可以比较慢的速度通过学区。其实它利益是相当良善的，让大家诟病的可能就是它的颜色跟柏油路比较相近，所以造成驾驶人在路过的时候可能辨识度没有那么的高。少年所发生民众骑车经过检速平台厝倒的情形，高龙局已经请厂商到现场来量测，控骨敢有达到标准，也会针对路段飘线小可调整来提醒。夜间原来会使用 LED 灯提高白面的能见度。在穿越减速平台前，我们会再增设两侧的一个线型标线。那另外呢，地面上也会增设减速、慢行，然后限速30的一个标志。检速平台主要是设伫校园主题区行人活动较集的所在。高龙局是讲，主要是考虑经过这个路段用路人车速伤紧，才由检速平台甲前后检速的牌面，经过用路人减速慢行。目前桃园已经有设21位检速平台，速度拢会当有效降低3成。预定年底前会阁增设5位。记者采访报道。花莲有一台通联客运驶经过光复乡的市区，向去弄到这路口的电箱，司机伊无停来继续驶，落尾呢伊是停伫咧路边的电火条头前。这个司机讲伊身体无爽快，不过伊也无食酒。警方目前也正在厘清这事故原因。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台通联客运伫路口设管的时，弄到正边的电箱，砰的一声，互路口分子所警员全拢走出来查看，也毋过驾驶煞无停，继续驶。警方随派员4月走找，最后伫500公尺外的小路边，找到这台车停伫电火条前。你是怎样？有点人不舒服啊。你有吃什么药物吗？感冒药。什么感冒药？有没有喝酒？没有。
这个事件是发生伫27早起，一台由姓彭查甫人驾驶的客运伫经过光复路、中正路一段时，撞到路边的电箱。警方对伊酒测并无酒精反应，车顶启动时也无乘客，现场也无人受伤，沿路无车辆受到影响。驾驶自述服用发烧药后身体不适，警方立即通知救护车将驾驶送医。同姓驾驶吴英九，全案依 A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前应确认健康状况，避免因身体不适影响驾驶安全。也毋过，安怎司机员伫压缩了后无停落来，最后也将车辆驶到小路边，感受有涉及调度引起争议。对此，警方表示，调度属于刑事责任，需要有人伤亡。这个案件只有电箱受损，属于行政责任，而且毋是吊钢撞浪，所以无公共危险记录。目前这间公司无回应，详细驾驶原因也爱个背后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执委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27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商品去到美国的关税对本地30%降到15%，不过钢铁、阿鲁米的关税依然是50%。另外，美国的商品若准去到欧盟是免扣关税，欧盟是搁再答应讲会投资美国扩大采购能源和军事设备。那美国和中国的经贸会谈呢，是伫咧2月水电举行。We have good news. We've reached a deal. All of the countries will be opened up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t zero tariff. 经过几个月艰难的协商，欧盟甲美国总算达成贸易协议。伫美国强大压力之下，欧盟无法度守住进程，坚持互相零关税，也是中和版的10%关税，并将接受欧盟商品进口美国15%的基础税率。也会向美国扩大卖价值7500亿美金的能源，数千亿军币，也对美国另外搁投资6000亿美金，避免爆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It's a huge deal. It will bring stability. It will bring predictability.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busine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也毋过，美国对欧盟的钢铁甲铝制品有原维持50%的高关税，其他包括飞轮机零件、特殊化学药品、半导体、自然资源甲关键原材料是适用零关税。各国领袖分别推文祝贺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也毋过也爱欧盟各成员国批准通过生效。再来几礼拜，双方会针对关键商品清单、汽车、药品、葡萄酒等具体细节来谈判，经济有难度相当程度的冲击。Considero positivo, come sapete, che ci sia un accordo, ma se non lo non vado nei dettagli non sono in grado di giudicare. When you look where we stood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namely with hardly any tariffs,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clearly lose from this deal.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see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even though at 15% tariff rates, this will not be the end for the European economy. That we will now only get 15% on European automotives means that for the German economy, also the economic damage, the economic harm will be manageable. It will be felt, but it will be manageable. 另外一个国际注意的关税焦点，中美新一轮的经贸会谈2月起伫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今年5月，双方同意的关税休战期限会伫8月12到期。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双方有希望将停战期限搁延长3个月，继续协商。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美国的对顶关税8月初1就开始施行啊，到咱台湾的关税呢是还未讲确定。行政院强调，副院长戴立军还佫伫咧华府协商。那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半导体关税期间，佫再讲到台湾，伊强调美国会伫咧2礼拜内公开调查结果，无排除会做伙公布半导体商品扣关税新标准，也引起企业开始伫咧烦恼啊。美国甲欧盟共同宣布达成关税协议，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现场回应外界对半导体关税问题时，又搁点名台湾引起关注。We'll be doing a lot of chips. A lot of companies are coming in from Taiwan and from other places into the U.S. And they're doing that in order to avoid tariffs. 8月初1，美国对顶关税上路到达成，台湾关税税率高档也无平拢，引起国内企业关心。行政院强调，副院长戴立军有缘伫华府进行协商，也因为关税不明，原定29召开的行政院经法委员会第2摆顾问会议，院长到阳台指示延期举行。
The expectation is in 2 weeks' tim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our chips 232. 美国4月宣布进行232晶片产业调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上星预告，2礼拜来公布调查结果，内容针对美国进口的药品甲半导体的高度挖库，敢是造成国安威胁。因为川普捌枪下对药品扣200%税率甲25%的晶片关税，这项调查可能加做半导体商品扣新关税基准。这都是还是一个未定数，但是整体台湾产业碰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未来整个生产制造成本的复杂度会增加，成本也预计会增加。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本的管控，而是相对成本的管控。就是你是竞争，你还是要比别人能够好嘛。因为美中关税谈判礼拜开始，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第3轮经贸会谈，有了除了聚焦在芬太尼关税等议题，也会为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铺路。不过，因为台海局势有紧张，中国今时可能会以减少进口劳伊石油交换要求，美国做出安全让步，包括降低对台湾甲菲律宾的支持，各界拢在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一个姓陈的小姐指控一个伫网络顶头真称姓王的减肥医师，甲因阿嫂收上百万，替捌做过切胃手术的阿嫂来开刀，想袂到因阿嫂伫咧手术了后2天不幸来过往。即摆医生和病院用声明表示，进入司法程序无方便表示意见。他在北部是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为他开刀的，因为他是高风险群。家属伫平台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讲伊的兄嫂林小姐找到专工来高雄小港一间病院，找这名姓王的盲情医师替伊做减肥手术。想袂到初10开刀，过2天伊出现喘气袂顺，甚至佫有唔知人的情形。12紧急送医大病院抢救，也是救无转来。所家属伫咧整理死者遗物，才发现有足侪代志无符合情理。王明宇医师亲口告诉我，是因为他要找外院团队来开刀，要聘请麻醉师。我询问他，请外院团队，不是小港安泰医院本身就应该有的设备吗？家属质疑医生的资格甲手术规定的合法性，同时佫用各种的名义甲死者收100多万的钱。对此，院方表示，王医师确实是因病院的医生。立卫生局第2日前往病院稽查了后，表示医生的资格甲手术拢合法，不过超收钱的部分已经违法，对咧相关罚25万以外，也要求相关人士甲超收的费用经过家属。医疗机构不得违反收费标准、超额或擅例收费项目收费，违者将依同法103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本局将依法处办，并命限期将超收金额退还。家属表示，因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查清真相，莫阁有人受害。里面对家属的指控，院方发表声明回应，针对林小姐的事件，因表示遗憾，认为本案已经进入司法阶段，目前解剖报告也被公布，因无方便对外表示意见。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上届新抽验市民食品真菌毒素检验结果，30件产品内面有3件是黄壳毒素超过标准，其中也包括新德正称的盘手、福源土豆酱。这毒物科医生也提醒讲，黄壳毒素是一级致癌物，有肝癌的风险。卫生局也强调，无合格产品要求业者落价限期改正，若无相关会当罚到300万。就是这个新德销真好的盘手类，新德福源土豆酱，也就是真侪名人上爱名产之一。和台北市卫生局伫高乐虎超市抽验发现，黄壳毒素超标无合格。我的花生制造过程的东西可能有存放不当、太热啦，然后保存不到仓库，放它闷到啊，还有这种问题。我已经销毁。我觉得现在食安法规定那么明确。那既然不能有的东西你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罚。业者表示，这批无合格产品是今年4月制造，已经全部回收销毁。初步检判可能甲供应相关料、土豆品质异常有关系，也是运送规定保存无好势。台北市卫生局礼拜公布上新食品真菌毒素抽检结果，有抽检30件产品，其中有3件黄壳毒素超标，都包括新德福源土豆料土豆酱，另外还有中兴路丰盛润饼的1级土豆粉，甲福源街210牛行的土豆粉，已经要求业者随回收。我们已命贩售业者限期改正，
届期不改善呢，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都无可医师提醒，黄卡毒素主要是黄卡霉菌产生，若有肝毒性，长期食也可能有中感的风险。黄曲毒素，它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说是1级致癌物，就是人类确定致癌物，长久吃到黄曲毒素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卫生局提醒，台湾气候高温淡湿，土豆甲因的制品5-50年，果子仁的食品，甲会受真菌毒素污染，所以提醒消费者选择信用好的店家买产品，开封了后也要量早食完，也是抗冰箱低温保存，确保食品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8月初开始呢，这80岁以上时大免做巴氏娘表评估，就当直接请这外籍看护。对民间团体惊讲新制度实行了后，预估会加53万个较健康的时段来合一寡需要中价民众抢这看护资源，恐惊会造成资源无够的问题。这民团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为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唔免巴氏娘表，地当请到外籍看护。民团指出，这政策实施落去，预估马上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时段出来请外籍看护。不过，民团表示，台湾一年敢若增加14000个外籍看护，能力根本就无够，可能会致使当前的失智失能患者请无人。可以申请家庭看护工的人数会暴增53万人，这其中劳动部推估可能有10万人会进来聘雇外籍看护。根据家庭照顾关怀协会统计，目前全台湾差不多20万户的家庭，有重症患者长期倒伫咧眠床顶，出门需要塞轮椅，照顾起来非常吃力。民团烦恼政策若是开放了后，外籍移工可能会为着工课较轻松、条件较好，就选择去照顾较健康的时段，也是进一步提出讲要加薪水换雇主的要求。这些被抢攻的重症家庭，他们现在的弱势，他们已经是在边缘即将崩溃的家庭。如果今天移工再有任何的变动，这个家庭就糟糕了哈。23%呢，有听到这些看护工呢，他们有说他们想要换雇主了，那不想再来怎么办？那么已经想要换照顾比较轻松的家庭。民团表示，虽然嘛认同政府废除巴氏娘表的政策，不过也认为政府应该提出一套较合现代需求的评估制度，定出分级的方式来做判断。民团建议较轻度、较健康的时段，会当去使用日照中心的资源，甲外籍看护留予当前失智失能的时段。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台湾艾滋病学会参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做伙发起咖啡车巡回声援活动，感谢这医护人员甲公卫机关拍拼伫咧推动友善的医疗环境，也希望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推动艾滋观念，唔通有歧视的看法。古水的咖啡车驶到位，大家拢挖过来摕咖啡。这是台湾艾滋病学会甲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同齐发起的咖啡车艾滋全台湾巡回行动，进前来到中华卫生局，除了感谢公卫人员的付出，嘛要拍破大众对艾滋病误解甲歧视。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感觉还不错，然后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艾滋议题。因为一般民众听到艾滋其实都是比较恐惧，那我们借由这个活动传达这个概念，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其实艾滋并不可怕，那就是更有动力去推动艾滋防治的业务。这样，公卫推广人员表示，即马艾滋病已经互人看做甲慢性病同款，只要食药啊控制，也无病毒，都无传染力。活动主办单位指出，去年有针对全国医师人员进行艾滋认知调查，结果有超过8成的人无清楚这个概念，有2成的人面对艾滋患者采取过度的防护措施，这个误解可能对感染者造成二次伤害。中华卫生局嘛有透过免欠命的体检、健康讲座等活动，营造友善的艾滋防治环境。咱主要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我们跟艾滋病患甲艾滋病的高危险群的一个友善环境，互咱感觉咱可以信任，因为有信任有友善吼，咱要做服务才会到位。今年的咖啡车艾滋成员拢总要完成全国26间医疗院所加15个卫生局的巡回活动，到这礼拜5，希望透过啉一杯咖啡的时间，宣传正确的艾滋病观念，打造无歧视的新时代。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教育部对今年8月开始，全国代理教师会当按照年资来提悬薪水。地区着这台北市要调到外县市的老师也变多啊，甚至有学校呢招考45届才请到代理老师。对民间团体认为，讲原因嘛是薪水低、开销悬，想要回乡等等有关系。教育局是回应讲，有伫咧规划代理老师的奖励制度，希望会当甲人才留落来。教育部自今年8月开始，全国代理教师会使照年资来提悬薪水，这是原本干那台北市才有的制度，今麦变做要全台湾施行。民团认为，这嘛进一步地区最近3年请调外县市的正式老师和代理老师，都2129人次才济，甚至有学校需要招考45届才请到代理老师。民团认为，人留袂调，除了薪水低、开销悬。嘛，跟多数代理老师想要登去故乡教册有关系。在学生的编制，比如说一般的一个人数方面去降低班级人数，或者是从学校的一些编制的部分去提升老师的一个，也就是他课可以上的比较少或等等的方式，去减轻这方面的一个压力。针对老人才的对策，教育局是回应讲，表现优秀的正式教师，根据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奖励教师奖金计判要点。大学校有5%的名额会当发奖金。教育局表示，未来除了增加奖励人数，嘛已经在讨论要甲代理教师加入奖励范围。就教师的员额5%提供奖励的部分，那已经要预计提高10%。113学年度起，公立高级中学每班的人数调降至34人，私立学校则为47人。另外，教育局嘛表示，为着要降低老师工课负担，目前已经有咧降低班级的人数。今来调薪水的部分，教育局讲会继续和教育部参详，希望透过无同方式，和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关于继续留伫台北教册。记者桂宗林、林撇凯台北报道。今麦提供一个上界新的消息，给咱的观众朋友。根据调查气象署的资讯，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明仔载雨水量达到标准，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县市有台南、高雄、屏东。那总有上界新的消息呢，会继续来公布给咱的观众朋友。讲到这个风台呢，德泽草昨暗呢，搁再变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变做是风台咯。虽然是往这中国去，不过这西南气流呢是对咱台湾的造成较大影响。气象署下晡就启动这大水后的作业，3点钟就会更新一届降雨的资讯，也要来特别提醒南部地区，尤其是分嘉南要注意大水雨。暗时开始呢，这西南风会变较强，雨水也会较大，甚至有气象专家也提醒讲，未来这几天高雄、屏东也是降雨一区，就要注意在前。风影中客船伫行，看起来真险，因为天气无好，海象真差。东流线拜二中昼前提早开尾帮船。业者打广告，拜三东流线全面停航，拜四敢会开也唔知。大电旅客排队停候，赶伫尾帮船出发前来坐。加上大家西南风的影响，24点钟来嘉义县的太保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埔子、鹿草、水上还有台南的后壁雨量嘛超过400毫米。云林县水林乡雨嘛一直落，台南市关仔岭累积的雨量嘛挖近400毫米。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半暝了后雨会更加大。在南边都是比较强的西南风所在的位置，随着它的台风逐渐往西北方向移动，这样子的强风轴也会来到台湾的中南部的附近。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中南部这一带的降雨呢是持续而且变得更加的明显。本来已经减弱变热带性低气压的德泽草风台，第27暗时8点，搁重新增强到风台强度。天气分析师是讲，对风台往中国移动的过程会引进西南气流，这方面雨的规港度。顶一个个定睛变风台个案是2021年罗皮风台，当时台湾嘛同款受加压大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连续10天明显落雨。上次那个卢比台风，它在这个东海这边复合成台风之后，它有引进的西南气流，那导致我们西南部呢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那么这次的竹节草台风也在差不多的位置，那预料呢也是会有引进这个比较强烈的西南风跟西南气流。雨区部分的话，首当其冲的是这个高雄跟屏东地区。罗皮风台当时创下风台总雨量排名第2个极端降雨事件。当时马祖的北干乡金碧川山坪出落来崩塌，是当地历年来上严重的灾情。新店五峰乡嘛发生强降雨了后，大粒石头落落来，真危险。因应这届德泽草风台，也会带来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已经启动今日降雨作业的预报，每3点钟会更新降雨资讯。记者采访报道。
中部昨暗日落大雨，这苗栗台六线公馆作风起路段线行放弃交通断站，有民众要上班的是甲规台奥多摆赶过去。因为讲到这森林的水若透暝落雨，水拢无法度退。早起7点外，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县政府也强调讲有加派抽水机去抽啊。 家具含红记道全部浸伫水内，民众伫厝内约着流水真无奈。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昆林县2八透早是落雷公雨，其中水南乡真侪所在饮水无退。透早7点外，赶紧宣布停班停课，互民众会当清厝内。最严重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那时候急降雨高达75公分。那当然是在到接近天光的时候尽量在退，但是退的速度还阁真慢啦。 婚姻园长张立生到水南乡勘灾，都真侪民众小连续反映拄到的灾情。因那这户三合院对客厅到灶骹拢是积水，厝主讲根本唔敢住。对啦，都水啊！你看本来都退安尼啊吼，你分心去安尼，爱过来又搁再因在环境呀。紧急的调动啊！云林县境内还有其他的乡镇啊，现在目前没有状况的，我们也在调动其他乡镇来支援。张立生强调，当地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短时间内无法度排除，目前已经加派移动式抽水机应急，也讲到台北市府表明随时会当支援。路上无熟悉的民众做伙甲机车经过土石落落来的区域。苗栗27暗时落大雨，台六线公馆乡出风溪路大的街仔有2个所在土石放弃，其中26公里之大的路顶甲中华电信的电火条啊倒去，交通断去，赶上歹民众只好冒险跟车通过。骑慢一点就好了，然后路上那么多热心的人帮忙疏导，对啊。你是要去哪里？我要回我的家。现阶段我们早上接获通报后，已经在8点50的时候，那个路段其实已经抢修成单线双向通行。那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剩余的摊阻方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把它排除掉。公路局苗栗公务段接到通报，赶紧抢修，伫透早8点50分恢复单线双向的通车，后续会赶紧清掉落落来石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大雨落袂离，来看绿岛这环岛公路的乌桥路段，昨暗是崩山，规条路拢冻掉的啊！这条路是往到温泉区，民众若准备去，就爱踅别条路，伊个爱2天的时间才法度畅通。27暗在1点外，绿岛环岛公路温泉路段尾乌桥附近发生边坡土石崩落，造成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2月20日，公所已经派开口客户厂商到现场救封锁线。不过，绿岛乡只敢一条环岛公路，游客甲当地居民拢乘这条公路出入。公所讲，这边一帮主要是受到顶礼拜连续几落天大雨，再加上27一阵大雨，边坡土石含水量伤多，土石相当才会规个崩落。不过石头伤大粒，可能要2天才有法度搬走。这么温泉坐落的民众甲游客只好踅较远咧，行南寮渔港迄边。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台风，只要稍微雨大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岛很像破掉的洞一样，到处都是土石流。为了考虑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开口企业已经在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马上清除，大概要2天时间。乡公所讲，绿岛环岛公路已经争取到4亿的经费，会分期征收，希望会让减少再发生公路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2023的时阵呢，这新竹德北市路边有停车架啊，规个落去，下一台轿车并车。这监察院公布调查结果，讲附近的建案呢是在民国96年的时阵摕到建照，本地是要起13层楼的百货公司，经过2届变更，落尾是起32层，890户的大楼。监察院认为讲，这有真侪违规，纠正新竹县政府。2023年4月，新竹县德北一搭路边的停车架熊熊破一空，停伫中面的车直接落落去，引发关注。因为边仔的风采5年控建案施工的期间，四边的车路陆续发生5届以上崩落去的事件，民众质疑有关系。监委介入调查，发现有真侪项重大违失，而被宣布纠正新竹县府。我们认为有难托为特定个案量身定造，更何况新竹县政府这样的一个处理，有史以来
也是绝无仅有，就这么一个案了哈。监察院也函请行政院要求所属单位确实检讨改善，因为这个个案对2007年提到建造规划地上13站的商场，却连续2届重大变更，落尾是变做地上32站，290户的住商混合建筑。监委提出5大纠正理由，包含政府票收了后放零用途限制，严重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都市计划审议的同时有出重大问题，时间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等。真的是厂商知法玩法。你看看他自己都很清楚，这本来就是商业用地，只能做商办或者是旅馆等等之类，可是他把它变成住宅用地。高考进前，新竹县府对监察院纠正案也未有相关的回应。不过，相关的案件，新竹地检署也继续侦办。针对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多利建商、防疫机构违反建筑法令，和风采故意扣复工。去年7月，检方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多利罪嫌起诉杨文科等人，但是杨文科在出庭的时强调绝对无违法多利。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县政府对今年3月开始推动一个无期计划，在国乡镇的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这礼拜就老师整理南投草屯在地故事，要讲予大人囡仔了解。行到草屯这搭，下啊拢甲我看去。南投草屯镇早期是南投交通往来中继站。广告老师讲，民众行到这，嘛差不多搁爱换一箱草鞋，所以换落来草鞋捡做伙就拿上山。伊讲这就是草屯旧名草鞋墩的由来。县府透过制作台语绘本，伫南投成长修雨水的传说。运用图书馆讲故事的活动，唔但推广台语，嘛希望把南投的故事讲予大人囡仔了解。悬悬的鞋仔山，迄阵的鞋仔山足大座的嘛，叫做草鞋墩，伫民国以后才改为草墩。我感觉10万箱的迄种鞋仔看足壮观的。差价。现场除了讲故事，嘛教民众讲一寡简单的台语词，也有做手工等等，希望提升民众学台语的兴趣。南投县政府表示，推动母语疗园计划已经3年，嘛透过演习、音乐、戏剧等等的活动来复振台语。就讲三脚埔一坎店，南投市，较老练嘛，就甲这大作甲搭过来这个南投县的地图内底。你若搭了，你就知影讲哦，这山是伫遮，南投市是伫遮。文化局表示，图书馆台语讲故事的活动到9月进前，也阁有10场，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南投的在地文化，嘛做回认捌台语的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屏东李港的在兴国小校长李炳木，长期以来注心本土教育，希望学生呢认捌家己的故乡，也搁再出册来记录地方学校的演变，也把地方的特色写出歌。校长对教育热情、对地方文化的重视，也予伊摕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肯定。爱了客，老过是过远，来到船马蹄。清溪水流入阮的心内。唱着家己做事做曲的歌，伊是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木。这条暖暖爱聊客，唔但写着地方人文发展，嘛代表着家己伫李港做教育人员，逐工会经过的风景，佮有一路行来的心境。拄好顺着这个爱聊客，对盐埔来到李港，对四国来到庄仔地，这个教育的艺术的精华的故事。互大家老师、学生啊，佮社区大家来唱，希望小朋友嘛会当爱乡土、爱学校。除了写歌，2012年李炳木甲硕士论文出版成册《世纪的永安》，回顾李港国小100年的发展。这本册当时予伊摕到最有台湾文书人员的肯定。唔但李港，李炳木2018出版《盐埔教育志》，记录对台人科大、屏北高中到盐埔乡的小学甲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伊嘛担任几6间学校的校史编辑顾问。因为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予伊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写这本册就是互伫遮奋斗的人留着一寡历史的记录，嘛互一寡读者、读的人了解讲，大家拢伫遮拍拼。故事。李炳木对做老师开始就投入乡土教育的工课，在兴国小的顶仔骹就会使看到学校发展的相片。
去年校长阁特别做一块国民学校的牌仔，互大家感受70年前建校的气氛。不管伫倒一间学校教册，李炳模拢会带学生入捌地方文化甲历史发展，互本土教育对学校行入社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德国的西南部昨昏的火车败马，上无有3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当地媒体指出讲，可能是风雨伤大，这房山等等这个问题。经过火车有2节车厢变过，安那事故原因当日厘清。这个黄色铺设的火车车厢并车，救援人员甲消防员当日拍拼救出乘客。另外一部分的人员伫这2节败马的车厢附近细细看咧，看这块架啊，想要厘清火车是安怎伫这搭败马。Und dann hat Knall gehört. Und dann das war ein Knall. Andere ist gesagt, da war das. Es ist in der Nähe, weil er sagt, da ist ein Baum umgefallen. 意外发生了后，直升机到现场，甲伤者送病院。这班火车2节车厢伫德国、瑞士、法国交界附近的里德林军店、甲明德经军店之间败马。根据德国媒体引用气象的预报消息，这个地区当日透强风、落大雨，山崩可能是地势意外的原因。Hier starke Regenfälle gegeben, sodass das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kann. Kann man nicht vollständig ausschließen, dass darunter auch noch Personen sich befinden. Ich habe mir sagen lassen, dass auf dieser eingleisigen Strecke der Zug, der Regionalexpress, ungefähr mit 80 Stundenkilometer fährt. Das ist natürlich ein hohes Tempo. 日期暗时大约6点10分，苏当时列车大约载100名的乘客。营运商表示，当局当日调查事故的原因，大约40公里路段的交通运输暂停。德国交通运输常常因为基础设施真后互人批评，旅客三不五时会拄到慢分，阁有各种技术的问题来影响行程。德国政府已经承诺未来几年会投资数千亿的欧元，将铁路系统现代化。公司新闻黄云良编译。明仔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各地头的天气好歹呢？咱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